语优雅，台语水，上界好听是台语。阿正先来报道故事历史，互你听个上欢喜。欢迎收听阿正先来报道，我是当牛，我是阿正。今仔这个阿正先来报道，要甲咱报道什么咧？我今仔来讲一个啊，这个有关语言的常识。哦，语言哦，就台语啊，因为台语咱过去拢甲当做是一个足简单的吼，世上的咯，唔知影其实伊内底有真济这内涵。哦，学问真深哦。无啦，深是无，因为生活上的物件，只不过咱碰时无咧甲注意，因也无甲重视。所以有一寡物件叫拍远去。是。咱今日来讲这个双声道的连结。双声道哦。连结。哦。我特别强调这连结哦，或者你有发现讲真趣味。咱敢是捌讲过这阿拉伯的数字？哦，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嘛哈。咱嘛记过来讲，一生只爱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哈，这咱就无要讲啦。咱今日甲进一步来讲就讲吼，咱的台语有双声道，一道呢叫做白话音。白话就是咱碰上的口语音，去讲的口语。另外一道是看册咧读的，叫做文言音。文言音，咱甲讲叫做文音，或者叫白音。白音甲文音啦，对嘿啊。啊，不过呢，虽然讲吼，古早传统是讲吼，啊白音就是你口语咧讲嘛吼，啊文音就是在读册、在念的、在读的嘛吼。啊，不过时间一个久吼，这语言呢演变安那呢，就是讲吼，这个文头音吼嘛走来咱的口语啊。哦，譬如讲啦，即安尼可能记得卡大家听下有嘛吼，比如讲哇，这件代志呢，我想到哦，心寒气胃寒呢，哦，心寒气胃寒是我心音嘛对吧？对，啊寒就是白音，咱寒较时常听到嘛，这白音。啊，其实拢是迄个字对吧？对，寒冷的寒，对，我是要讲安尼哟。哦，就讲像正个我想到心寒气胃寒，譬如讲头拄我要拢正经咧，嘛听到啊有人讲啊来讲，哇，你忙安尼，赤白白啊，气压压。诶，对啊。哦，哇，赤白白，气压压，讲到个气压压，赤白白。你这种人讲，唔过字拢写袂出来。对啊，哦，啊，都其实共字啊，啊，这是文白音的，这是头啦嘛，会连结啊。老师应该安那写，赤，啊，就鱼翅的翅啊，哦，鱼翅，嘿，迄个翅，嘿，翅，嘿，对，啊，赤嘛是翅，赤嘛是翅啊，哎，对，所以翅呀，赤碰西，哦，赤碰西，哦，所以赤白白，叫鱼翅啊呐，见到，叫鱼翅啊呐，啊，擦掉啊呐，有无哈？嘿，哦。是，所以赤白白、气压压、赤甲赤，拢共迄字。哦，是。啊，这敢是咱碰时啊咧，日常当中是在生活中这个语言的运用。啊，比如讲董事长收装古董。对不对？有。董事长收装古董。对。同样就是董事长对不对？董嘛哦，董事长收装古董，我嘛是董的啦。是，我们双董哈。两栋的对啦，两栋嘿。哦，啊，比如讲哦，姓林的林先生，住伫大拿，对吼，哦，有看到无？哦，对。啊，比如讲，行军哦是哪行哪走呢？行军是干哪行呢？行军，咱讲有迄个急行军无？行军是哪行哪走？这种共字呢？等下，行军的行走的行，哪行嘛是行，走嘞。啊，走的是走的跑啊，对啊，无讲嘛。对，我讲行军是哪行，啊行就是行啊，行甲行，对，哪行哪走。哦，咱一般讲到迄个行，拢会想到走路的走啦，对吧？迄是华语对吧？应该是行迄个字对吧？啊，而且咱这个走吼，咱台语这个走吼，这个走吼，哇，这是古汉语呢。你若读迄个孟子内底，伊就有这句话啊，气甲一兵而走啊。就是后壁有追兵啊，所以见到吼，赶紧甲探讨甲管哦，四路帮拖铁龙，嘿，伊内底就是写走，所以我意思讲，咱台语保留这个古汉字啦，这个走还真正走啦，所以咱讲走路啊，所以走有跑的意思吗？那本来就跑，走意思，所以咱若讲台语讲走，国语袂当写跑的对啊，爱写走对吧？我讲古汉语啦，啊，当然国语拢讲跑啊，对，我意思讲。因的发展是无共的，啊，但是古早这个走，去互咱的走甲保留了是，
保留掉咧吼。譬如讲吼，模范生看起来拢真大斑，对哦，有无？有无？模范生看起来拢真大斑。这句话吼，我就听有，因为我最近才学到，原来咱讲的大班不是大方，是大范对吧？你若讲大方的先是艺术对呢？嘿，大方，迄是大方对吧？但是咱就讲大班啊，咱就讲大方啊。既然咱讲大班咧，来写大班的字啊。对，这叫讲吼。嘴讲白母话啦，手写台语文，就是咧讲这道理啊。你明明你咧讲大班，结果你咧写大方，大方的前提开来讲大班，唔是啊，伊是大方啊。对。所以简单来讲，台语敢是爱学，对不对？是。讲哇，今天啥吼，穿伫你的身躯吼，真下书呢。下书下书是唔是，迄是华语，迄华语，所以是下书咩写？就是身躯一躯啊。所以我讲规部，我咧讲啥咧？我咧讲的是讲吼，咱台语呢，伊是有上声道的，是，伊上声道的，这上声道来讲的时阵吼，伊安那伫咱的生活中，咱的口语讲拢有咧运用，所以你看讲，哇，这束衫穿伫你的身躯吼。真下书呢？这书衫，所以迄个书就是身躯的迄个躯。对，就是讲咱一般敢若知影讲，咱一般敢若知讲说身躯迄个叫做躯。对，咱多数因为咱无受到这方面的这个学习。所以咱唔单这个还有一个音叫做书。这就是最要来提醒讲，唔难得个字，咱作者是有字的，不是无字。有字是因为呢，伊。多数呢有文音甲鼻音的这个运用，是所以咱讲到想到心寒气胃寒，对，拢共字哦。董事长首装古董，林先生住伫大拿，行军是哪行哪走，模范生看起来拢真大班，比如讲穿伫你的身躯看起来真下书。你嘛忙啊！咱今仔时咱赤白白，讲着话安尼气压压，是，这敢是拢共字，对吧？拢而且讲咱日常生活定在讲的哦，对，是不是呢？对，一般人来写迄个赤白白，拢写迄个赤红色迄个赤有无？迄个是红色啊，对吧？迄个红色啊，嘿，所以其实迄个是日头呢，赤呀呀赤，对，共音，但是意思无共啊，意思无共嘛。你唔是会刺，啊，唔知会我讲到会讲插，对不对？会讲插，对不对？对，恰碰色，恰碰色嘛是迄个字，对，是哦。所以台语是爱学啦，是。若无拢会傻傻，讲好恁台语拢有音嘛无字，我来听。其实咱无了解吼，真正无了解。无啦，我有当时像进前咧跟老师咧讨论时讲，鸟鼠，我嘛感觉讲，迄个字是就喊的啦吼，是安那会当用鸟这个字，结果老师嘛讲，唔是，其实这唔是用鸟这个字的意思，对吧？对。这是其实俩个音，因为咱来了解台语台语有做者语言站，台语有做者语言站，伊第一个语言站当然最主要的当然是汉语的语言站，是汉语的语言站这是咱一般多数拢会当甲华语呢相通的一部分，唔过偏偏咱台语咱是登山过台湾所以咱的台语内底。有一个语言站呢，叫做闽粤语、闽粤语，闽就是闽就是福建的闽粤就是呢越南的粤，因为呢古早南方拢是越族、越族、白越族、即越族，好台湾这个多数古早是南岛语族，所以咱有足侪南岛语，是包括阿西、马西、阿萨布鲁，俄罗木济，这拢是马萨南岛语对啊，叫妈妈叫伊啊，譬如咱咧讲头头。头头，这真济其实拢是来自南岛语来的，马萨巴这拢是这拢是，所以其实老师今日咧讲的就是讲，真济字伊真趣味，就是头前这字后边这个文音甲白音是无共款的，毋过是拢足好会当做连接的这个部分。这时间唔知有够无啦，无够，咱后接来讲更较趣味的，是一定无够。所以后接来讲更较趣味的，更较趣味的，有那是文白音的，是嘛是这个咱讲的这个乡下道的连接，佫进一步连接，是进一步的连接，是我是当牛，我是阿静，非常多谢你今日收听咱的阿静新的报道，后次再会，多谢。
上阿正先的报道由教育电台高雄分台制作，当洪正教授主讲，当牛主持，多谢收听。